若讲到咱台湾咧，已经是超过200多天无本土病例咯，这个记录是毋是要打破咯？疫情指挥中心昨公布确诊的个案，有一个是浙江的大商，伊是检疫第12天才来出现着症状，病毒量嘛真悬，推估疫病无偌久，真有可能是本土感染。国内的专家黄立民就讲，有98%的几率是伫台湾防疫旅馆感染的本土个案。也毋过，卫福部长陈时中认为，这个个案并无本土的条件，会过来调查分析。它只有2%的机会是在登机前就被感染，应该是在台湾被感染的。专家认为，伫12月初8公布的719案确诊的台商有98%可能性是本土个案。即马台商11月22摕到阴性的证明登来台湾，但是煞伫第12天发病，两处的采检 CT 值是15甲17，所以应该是最近期画到的。大概病毒会高的时间只有1个礼拜，所以第2个礼拜呢都会跑到30到35，第2个礼拜还是15到跟17的这个几率也非常低。一般来到第2礼拜 ，CT 值会来到35，也都是数字愈悬，病毒愈少。专家烦恼讲，台商是伫防疫旅馆电梯或者是走廊去画到的，甚至嘛有可能对外传播。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曾仁祥原本讲无排除是本土的个案，不过部长陈时中伊原来有意见。到现在也不能讲说叫做疑似本土了哈，没有这疑似本土的一个条件。到底病毒是对倒感染的，爱个查好清楚。虽然台商发病有较晚，但是原来无按算要延长检疫14天。另外，部长表示，台湾新冠疫苗6月开始注射，应该是无问题。不过，病毒实在是真歹掌握，不管是毋是有疫苗，大家防疫的态度也是袂当放松。